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伫咩方做事，下个时节手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了下我们去小鸡强苗，我会变做了下时行嘅网红，去呢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落去了哦。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。各位人客，鲤鱼潭多咧，鲤鱼潭多咧。我唐仔呢边朋友讲哦，呢朋友 SUP 好搞，迄 SUP 哦，唔係 SOP 哦。哦，我去嗰邊看一下。大家，你係我壽司嘅好朋友。大家好。排泄請問很多馬嘅名？應該係上恩就好誒。上恩啊，上恩，我家唔記得，上啦。教練再小解一下嘛。也衝浪板的延伸 ，SU 就會 stand up，就會企喺檔度。啊 P 呢 ？P 就會衝浪，然後 paddle。Stand up paddle。對於划船最重要的就係鞍前。哦。鞍前安尼就 OK 嘅，哈，你的重心要擺喺中間。先墊啊，你喺 SUP 檔度。哦。P 你喺 SUP 嘅正中間，開輪，哈。底下安尼另外一隻橋呢，你來冇按腳起來，阿冇會變長。哦，嚟去。係記得跳到9秒你係送出。記得一支腳開啲水。咩？輸位先。哦，輸位先。該扭呢，阿冇叫出去。面對前面，叫出去。它重心就是這個置在中心點。哦，我就這個挖的嘛。左偏斜。我覺得你在移動。左偏斜。然後右偏。左偏2下，右偏2下。要幫忙我，要往另外一邊滑，我這樣越滑越遠。各位朋友，滑左邊。那個不是我不要拍，我不知道後面在幹嘛。來，穩住，不要緊張。好，慢一點。好，比較穩，感覺啦。丟奶哦 ，SOS。上恩，你去偷懶是不是？你條條一是豬哦，不用來傻啲啲啊！你信唔信我去甲做在起上去？唔信啊？你用講嘅，我去甲做。來，干嘢腳，放下中間，扭好，干嘢腳板，放下你 SUP 檔度。好嘛 ？OK， 起咯。慢慢的。1、2、3。好。可以啊。不用搶手。對，連續的，再增大一點，跳起來。這樣子。對，訓練一下你的平衡。可以哈。可以。OK 吧？啊，來聽一個，慢個唔會掉嘢啊！那個。GoPro 掉下去了。对。好冷哦。好，慢點，停。那你們 GoPro 安全的。你聽嘢啊。好，一個冇按鍵單的啊。一個聽嘅，聽嘢。好。對。就那個一左一右。好，對。才進去 ，OK 吧？這還簡單呢。來啊，熊大唔會掉嘢啊！這個該，不要，收下。等一下啦，快練習一下啦。皮會懂麻煩呢。做到兩個最基本的，先不要。不要！左右。對啊。做教練好嚟啦。哦。起來。
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吧？有离地吧？有啊！不要不要，水上男孩，我还可以用臀跳嘞，臀跳哦，欧里哦，嘿！我不要抖，等下会睡觉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靠近他，靠近他。嘿！我太力气会打贴一点。很甜不？有没有防晒乳？现在没太阳。没有太，你还冇去跳。上岸差不多的吧？差不多诶，落水的。诶，落水的，加落太阳。上去是咖啡啦，爱呛你，爱呛你，什么你可以搞我？可以睡觉嘛？啊！别走的，别走的。来，先慢慢的下水下过去，哈。好。小嘉，嘿，本来一杯南面人嘅咖啡，好，冇問題。來到客家做，我就煮一杯南面人嘅咖啡本面看啦。哦，好嘿，基本日啊，吼，我就煮我就特別嘅客家咖啡本面。我要客家咖啡係我特別調出來嘅。底下吼，我控要客家咖啡低杯度有乜嘅咪？好，啊你客家咖啡煮好哦，啊也下啉看啊。哦，啊你啉咖啡吼，做烧啉到人，烧底下你可以先劈看啊，看嘛个咪。中温的时候我们再喝看看，哎。会酸的。嘿，对，会酸。有点酸。你睇得出来吼，我有奖品本。奖品啊，敢的嘛？敢的哦，我有一点点的冲哦，他敢人最爱什么该东西？这个是吹宝啊。这是吹宝。啊你吼，他敢人吼，生肉底下吼，爱最爱温乜该的吼。哦，结晶有。哎呦，这唔得惩罚你咯啊！哎，后生，后淋。哦，也係我特調的啦，因為我要那邊喺客家做嘛，我有客家咖啡館嘛吼，我就想要特調一種迄特色咖啡。想要像我你用咩去兩片做兩咖啡店的。條錢我要做省力高啊吼啊，租金的一些壓力會造成我嘅咖啡的成本吼就會降低。所以我不想要有别的地方来影响到我的那个成本的压力，这样子，是会顾后品质嘛，哦啊，吃点饮就会来要特别灵感这样。哎，你种下素菜，就会因为按用嘅环境，吼，古素无休3年，感染留下來。其實太鐵都去杜斯巷，調價17年前就去那邊做了咖啡店嘅，算係一個先驅啦。好，敬你一杯。謝謝啦，謝謝。也就係嗌客家咖啡，掛耳咖啡。什麼嘢？啊，送本做禮物哎呦，這麼厚禮哦。啊，唔會啦，我就不客氣了。好啦，什麼嘢？好啦，下次再來玩。空氣要烘的低度的哦。來試看啦。你看嘛啦？發炎嘅啊，跟開玩笑啊。你做嘛要用健康？發炎嘅身體有健康無啊？當然都要用看啦。當然都是一天要觀察啦。看幾日啦？冇啦，我都愛美容嘅啊。哦，望講係去美容。哦，你我做你美容嘅嗬。好。來，倒落去啊！哦。哦，倒在這裡面啦。對。魚全部都跳起來了呢。對。愛在
喂，好嘞，时间也差不多嘞都是要的哈。刚调家球讲啦，球7、8千条，千条给啊，减2条应该唔怕啦。冇相关啦，哎呀，该一人做嘅好嘛？哦，中嘅，来，好来，慢慢的行哈，不翻了哈。好，哎，这个溜，这个溜哈，哎，错，哦，安泰梅哦，哟，哎，溜到哎，啊你，那个冇来一来啊，马家你啊，我来一来啊，我讲啊，你冇来讲啊，捞到几条就算我的，那个芦蛙饼，诀窍是要撞壁，撞壁，OK，你看看，哦3枚，董虫嘞，懂什么呀？董虫嘞，他喷我满脸。我不用，不用咯，哎，厲害呢，愛用算厲害吧？好啦，啊你安喏，那就剪嚟做同事啦。阿伯，愛攞去分工，好，愛去攞人寬遠嘅，按你去剪，我來吃係，愛要攞人估遠，好吧？吃，好。我知道哦，放球，鱼那边面壁思过。阿爸，哎，你呢？哦，你要运动啊？啊，你们去吃面哦？你偷懒是不是？来吃好的嘞。你天要这么爱啦？哎呀，运动啊，要马个蔬菜，要爱天神的蔬菜。像你去甲做的哦。全部去甲做客难时的，运动爱用当月走。当你这哦，哎，走，哎，你在应走，哎在，冇简单呢，好，切身一些呢，哎，还有什么？走，连打，别就练那个做，好了吧，差不多了啦。好嘞，你做好了嘛？做好了，来。哇，董雄呢？吴郭鱼嘛，哈。呀，他我台湾雕啊，台湾雕，係啦，吳郭魚，吳郭魚福筍哦，魚嘅，最早都講個吳郭魚啊，就是個香港嘅老香國嘅啊，發現到都南洋嗰邊啊，就拿轉來台灣嘅肉族嘅是族師嘛買台，後來呢政府呢佢都85年間都改一個名嚟改台灣雕，因為佢係瓷雕科嘅吳種。會真名啦，真名做一個台灣嘅代表嘅。嘿，所以開始都會印推廣，花蓮縣嘅吼，嗌迄鐵嘅帶掛台灣調嘅。愛在按啥批？頭講係有血族嘅，嗌冇血族嘅以後呢，我就加入花蓮嘅嗰種是有機無毒農業。你話好吃要唔好吃，用蠻低你嘛？有沒有土味？一個內面嘅嗰東西呢，我藻味啦，不是土味啦，是藻味啊。比同嘅水吼，你要控制好來。莫向強到清洋蔥哦，佢就切洋就有藻味了。藻味沒奶味，沒奶味。好，更正。哦，運動過後你要食兩個，好舒服啊，好享受。還有沒有講個閒聊哈？哦。